蔡乡亲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平阳县长陈光福今仔日下晡伫咧文化局演艺厅参加活动的时阵，无细字为楼梯跌落来，就当场昏去。目前已经送三军总病院片湖分院急救。到院之后，我们进行了心肺复苏术的急救。那给了升压药之后，急救大约13分钟之后，也就是3点31分，有恢复了心跳，然后逐渐使用升压药，恢复他的这个血压的状况，有排除了也许是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是不是有心律不整造成临时的血压或者是脑部血流状况不稳的情况。也就是说，其实目前造成陈县长跌倒意识昏迷的原因还待查。三总出面说明讲，经过抢救，目前陈光福心跳甲血压是拢有稳定，不过是还唔知人。根据了解，陈光福伫咧活动进前就去甲文化局演艺厅，原底伫咧大厅分福地甲民众互动。话下晡3点的时阵，一群人准备要落楼梯入去表演厅，剩3、4点的时阵，伊怎跌落？根据现场民众的讲法，出动时有听到真大的声音。咱来民进党证实，陈光福因为跌倒受伤，目前还伫咧病院。咱总统赖清德伫第一时间嘛有打电话了解情形，拄则暗时6点的时阵，已经为片湖起飞，要送去高雄营总。